歡迎大家嚟到香港背包。本頻道會持續分享深港資訊，陪大家一齊探索吃喝玩樂、行山同各式休閒娛樂。影片正式開始前，懇請大家撥出10秒時間協助訂閱頻道，並為影片點讚，十分感謝各位嘅支持。深圳會展中心舉行的大型食博會，集合各地美食、特色小吃、飲品品牌及食品產業展區，一次過食勻全場，現場體驗各類創新食品與熱門品牌。無論你係美食愛好者，定想享最新餐飲趨勢，都唔可以錯過。好，對，謝謝。來歡迎師爺啊！金蓮花帶飲茶，來自內蒙古，來自大草原的問候啊！清咽利喉，消食解膩，烟民酒民的朋友啊！只要您有需要，我就有幫助啊！感謝大家的認可啊！我的這款茶是讓花成花，讓你成你啊！這高貴的人生不需要點綴。曾經在疫情期間被列入咱們就是疫情的那個防疫的藥品其中之一，藥食同源的一款產品啊！歡迎大家來品鑑，大家來試喝。咱們是全國唯一的一家代理，今年5月份剛上市，招加盟、招合作、招代理，只要您有需要，我就有幫助啊！絕對把利潤最大化讓給咱們的合作方啊！我是內蒙古普潤金蓮花代理啊，想喝花找趙老師，找趙穎，找我啊！好，感謝大家的認可。门口的风总带着烟味，把海报吹得皱皱破一页。我背着颗子弹走进黑夜，把真心留在舞厅外的台阶。有人说这里像天堂一样热烈，可我只觉得空气有点冷冽，每一句情话都像排练很多遍，说给谁听其实都无所谓。原来我也是灯影里的流浪，借一支麦克风把日子勉强唱朗，笑容贴在长久没人記得我的模樣。感謝大家觀看影片，麻煩撥出短短10秒，幫忙點讚、訂閱頻道、留言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歡迎轉發分享影片給身邊朋友。我們下個影片再見。